花莲五湖乡这在警察监中收容所有真侪民众为着要逃命，杀着无早。这卫福部也赶紧提出着医疗应变措施，调派灾难医疗团队去到遐，要派无人机送药的团队去到花莲。伫现场也强调讲，你若准无健保卡，也会当看医生摕药啊。慢性病的药都被水淹掉了，被冲走了啊！收容所内底有真侪受灾民众。第一时间走出来，啥物拢无摕，连药仔也无炸。卫福部也赶紧提出医疗应变，调派灾难医疗队过去。另外，也已经派无人机送药仔的团队去到花莲。那医药的部分，刚刚食部长也已经请所有的医疗单位紧急的支援，甚至包括对这些罹难者的社工，其实也已经全部在安排。卫福部也甲当地卫生局合作。甲需要西药纸的患者，也阁有生的人优先做好安置。疾管署也表示，大水了后，刷落来爱重新建立家园，整理环境，防疫人员也会立即监控，避免出现灾后疫情。部分的一个地区会出现积水或是淹水，那可能会造成类鼻疽、还有后端螺旋体病、还有登革热、还有肠胃炎等传染病的一个传播的一个风险会增加。我们其实有持续在监测灾区的一个相关的一些传染病。针对灾情上严重的花莲公河乡，卫福部表示，公河医疗救护站有医生、护理师、行政人员，总共9个人伫遐提供基础的医疗。卫福部强调，已经启动8大应变措施。万不伊雄雄走出来无炸健保卡，也是健保卡互大水冲无去，也袂影响民众看医生、摕药仔的权益。记者陈心东、谢桂玲台北报道。